大家好，我係 Curtis。上星期我哋提醒過大家啦，貿易戰殺到啦，都係以觀望為主㗎。結果今個星期一翻嚟啦，港股啊創咗單日最大點數跌幅啦。今次貿易戰到底對中國會有幾大影響？對比2018年嗰次有咩可以做參考呢？我哋逐一同大家分析下。貿易戰啊終於開打啦。美國宣布對超過180個國家同地區咧徵收對等關稅。稅率計算嘅方式就唔需要太過深究㗎啦，但係整體市場嘅反應咧，第一個都係比較負面一啲啦，因為個稅率係比預期高，而且範圍咧都比預期大嘅。股市下一步嘅反應咧，非常之視乎各國嘅反應啦，係咪有機會短期之內進行談判呢？美國表示咧有50幾個國家咧公開而且積極咁回應啦，未來幾個星期會進行談判嘅。例如見到一啲越南啊、印度啊、以色列，甚至早前比較強硬嘅歐盟咧，都表示係願意協商㗎。相反，中國就好快有個反制措施啦。呢個角度去比較嘅話咧，對中港股市而言咧，唔明朗嘅因素就會比較多啲㗎啦。集中睇對中國嘅影響啦。出口佔中國嘅整體 GDP 貢獻咧，大約係19%啦。當中對美國嘅出口佔總出口咧，大約係1成半。換言之咧，出口美國佔中國 GDP 咧大約2.9%㗎。假設如果話貿易戰嘅話咧，令到對美國出口減少一半咧，對 GDP 嘅影響咧就唔夠1.5%啦。呢個數字咧就未計中央咧會推出更加多嘅刺激措施咧，抵消翻貿易戰嘅影響嘅。睇翻港股嘅表現啦，貿易戰係啱啱開始嘅啫，短期咧都會比較多不利嘅消息㗎啦。暫時繼續都係保持觀望為主啦，千祈唔好諗住撈底，結果變咗截飛刀啦。現階段咧保存實力比搏反彈係更加重要㗎。支持位方面咧，我哋每日嘅市場報告都多次提及㗎啦。個回調黃金比率0.618嘅水平咧，即係大約21,000點左右咧，星期一就已經失守咗啦。如果唔能夠盡快收復嘅話咧，就會由支持變成阻力。仲有效嘅下一個支持位咧，就已經要數翻250天線啦，即係畫面上面藍色嗰條線，大約19,400點㗎。再長線少少睇嘅話咧，比較一下2018年貿易戰時港股嘅表現啦。當時由2018年1月份嘅高位33,484點咧，去到當年低位10月份24,540點左右咧，跌幅係近2成7嘅。呢一輪咧恆指嘅高位咧就係今年3月份啦，24,874點。如果用翻2018年嘅跌幅去量度嘅話咧，相當於咧今次個跌幅咧要去到18,200點嘅水平。不過咧就未必完全會複製翻2018年嘅走勢嘅，不過咧就可以作為個參考。後市留意住咧中美有冇機會談判啦，內地會唔會出招去刺激個措施抵消翻個貿易戰嘅影響。而且咧對比2018年嗰一次咧，內地今次明顯係比較重視股市嘅表現啦。中央匯金等等嘅單位咧都表示積極入市啦，人民銀行都話會支持㗎。股市上暫時係唔需要太過悲觀嘅。再睇埋外圍美股啦，上星期五咧美股嘅納指已經穿埋舊年8月5號嘅低位啦。日線圖去揾嘅話咧，支持位係真係唔多㗎啦。而且面對咁重大嘅消息咧，都要拉長少少睇啦。可能都要睇翻我周線圖啦。除咗技術走勢之外咧，消息方面，除咗話個關稅之外咧，市場係更加憂慮關稅咧會進一步觸發個經濟衰退啦。加上個通脹升溫咧，會造成個滯脹㗎。相對嚟講咧，你話中國內地可以話咧一早做好個準備應對貿易戰啦。但係美國方面咧，既要削減個政府開支啦，又受到通脹困擾，不明朗因素咧可以話更加多啦。現階段亦都唔適宜太過急做部署㗎。特朗普咧就已經多次促請聯儲局去減息啦。但係主席鮑威爾就重申咧，特朗普嘅政策會造成個通脹咧就唔急於減息㗎。即使你話有個緊急減息咧，亦都對市場未必係個好事嚟㗎。睇翻2020年3月份嘅時候啦，美國因為疫情個股市急跌啦，同樣都係特朗普任內㗎啦。聯儲局咧曾經係緊急減息0.5厘啦。但係當日消息一出之後咧，曾經即使個美股係向上啦。最終收市咧，標普500指數都要跌2.8%㗎。反映翻咧太過急去減息，反而咧可能會造成個市場恐慌。睇翻頭先講嗰個周線圖啦，納指咧從2022年10月份嘅低位度起啦，去到2024年舊年12月份個高位啦。如果咁樣計，黃金比率回調0.5嘅水平咧，大約喺15,100點左右。星期一晚嘅時候曾經下試過啦，未可以話完全失守嘅。再對落一格咧就係0.618嘅水平啦，大約喺13,900點，都要逐個位去試噶啦。
除此之外咧，短期嚟講，市場係好多消息，甚至係謠言啦。星期一晚曾經係傳出咧美國暫緩咗關稅90日，咁但係好快白宮澄清咧都係假新聞嚟㗎。咁市場波動嘅時候，好多真真假假嘅消息啦，短線啊唔急於去入市嘅。咁跟住咧睇下投資者問題啦，關於隻小米㗎。小米受到關稅影響咧，實際業務上就應該唔大啦。以2024年全年計嘅話咧，公司主要收入來源都係來自中國內地啦，佔咗超過58%㗎，比2023年仲要高咗添。中國以外咧，其他地區嘅主要收入咧就嚟自呢個歐洲同埋印度。另外咧，近年公司啲智能手機同埋 IoT 業務咧就主力進軍東南亞、南美、中東同埋非洲市場啦，而唔係美國㗎。近來股價咧受壓咧，反而就受到係個配股消息啦，同埋啲汽車事故影響比較大啦。反之，你話近期咧其實都有啲利好消息㗎。近年內地方面加大咗電子產品以舊換新補貼咧，都有利翻公司嘅業務。睇埋小米個股價走勢啦，股價3月中見過高位59.4毫半之後咧，跟隨個大市回落㗎。早前升勢比較急啦，短線冇咩重大嘅支持位，250天線都離得比較遠一啲啦。下一個支持位咧係1月份嘅時候一個小型整固區域啦，大約咧就喺35蚊左右。尤其是咧，如果個股價再回深少少去到33蚊左右咧，個預測市盈率就會降翻去到25倍啦，係相對比較合理嘅水平。都再次重申啦，環球個市況都唔係太穩噶啦，除咗睇位之外咧，都要等個股價跌定咗先至入場啦，睇會唔會大約頭先講過呢個區域33至35蚊左右咧企得穩。策略上咧，小米都係我哋應對貿易戰嘅首選股之一啦。預期中國咧會有更多嘅措施去支持個內需消費，以及咧加快個科技同埋智能製造轉型啦。呢幾個因素都係利好小米噶。最後申報翻啦，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並冇持有上述股份。我哋遲啲再見。